农业的名册秘种野林北好友的版主林志宏，讲家己受到恐吓威胁，后来去互发现，伊若像是咧套戏讲白贼。林志宏今仔日登到国内，就随风带去讯问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检方是依照恐吓、伪造文书等等的罪名，甲法院申请羁押。当初为什么想要自导自演？不管媒体记者安怎问，就是头咧咧歪讲。面册农业分专林北好友版主林如虹正正家己讲，遭到恐吓威胁，继续检警调查发现疑似自导自演。伊随即出国，一直到初一透早才坐飞机转来。一路飞机就检警带登去询问，并且讲手机甲笔记型电脑伫维也纳机场放无，虽然小所怀疑是灭证的讲法，也需要进一步来调查。这一块一样涉及侦查内容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多做评价。由林如虹抢先伫代志揭开了后就出国，民进党中央党部初7调开记者会，质疑国民党有网军假生伫桃园市府，并且怀疑桃园市长张善政是毋是早就知影讲侦办的进度，才互林如虹直接就对桃园机场来离开。对此张善政是讲，实在是伤搞伤弄，民进党根本伫咧转移焦点。太有想象力，而且我觉得他们在模糊焦点。现在不管是这个莱猪或是鸡蛋，完全荒腔走板。他们在民进党政府不去面对，反而在这边瞎猜测，觉得说我们这边有网军，太离谱了。那林如虹和桃园市刑台讯问了后，下晡以上桃园地检署检方核实了后，以涉嫌恐吓、伪造文书、诬告这罪名，而且有传别证据的可能，向法院来申请羁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